新北市新店一个70岁太太，和假投资真诈骗250万。这太太甲警方合作来掠车手，想袂到的是，这个车手竟然是彰化县的经纪员洪碧威。 这大阵环境冲过来将嫌犯压制，因为因就是诈骗集团的车手加受罪手，准备要转交垃圾钱，所诈的互警方锁定。开刀库，警方有开了吗？我开刀库，开刀库谁啊？放下！其中一个互压制在地嫌犯是龙吉点点，犯案进程嘛是四界查看，才行入公标，正警觉。 互警方抓到了后，发现伊竟然是彰化县的经纪员洪碧威。因为你们可能资料没有很做足了。身为政治第一，老爸做过彰化的县民代表，2014年做市代表，2018年转任彰化县议员。所以因为各大辩方压出婚外情的负面新闻，影响到伊的名声。2022年宣布掉了后，渐渐消息伫进弹。那我跟那名女生也没有。 更不可能去发生关系啊，算是朋友起哄了。2019年，因某控诉伊对婚姻不忠，想袂到佫出现伫镜头前，说是撩雷做车手。代志发生伫21号下晡5点多，新北市新店的锦秀路，70岁查某人误信诈骗广告，哄骗250万。警民合作，警方紧踪埋伏，抓到其中一个人，就是洪碧威。伊就无住伫厝诶，无住伫。伊将怀亲友马拢无清楚伊到底去倒。根据平面媒体消息，过去伊捌伫外口欠300万的债务，可能是因为债务压力而做歹。施工人员撩雷做车手，伊的前途嘛拢乌有去啊！ 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